方先生您好，对啊，很荣幸能采访到您。首先，我想问您，童年随母亲从开平迁居香港，生活非常艰难。当年好友温子明打碎存钱罐支援您，您说感动不已。您又是如何理解朋友在逆境中的意义呢？因为我是在广东出生的，开平，我们的就是一般来说是侨乡。我爷爷差不多就很早就已经到美国去了，就到纽约。我爸爸出生都没有见过我的爷爷的，都直到我爸爸40多岁，我爷爷才从纽约回来。所以我们是因为侨乡是台山，就先为跟開平，所有呢大部分那些人因為比較窮，都到美國啊，或者到美國啊、新加坡啊，所以我哋後生所以比較不一樣。我們從小就是所以接受那個教育也不多，那個因為在鄉下嘅教育都很簡單的，很簡單的，我們都比較年紀比較大，才能進學校。所以經過一個那個每一個差不多小孩都經過一個很不容易的生活，因為我們所謂僑鄉就是靠你的父母親啊，或者一般嘅就是男的父親啊、爺爺啊嗰啲，他們到外國去，他們賺錢啦，一般他們在外國賺錢的是到美國的。他們都是一般是做洗衣店，或者做那個餐廳來賺錢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每一分錢每一毛錢他們賺了，然後他們也很慳儉，他們不花錢，盡量將那個錢寄回給我們家來使用。所以我們一般以廣東人來說，我們是那個開平啊、台山的人啊，都很感激我們的先輩，這麼能幹，這麼那個勤力來將我們給我們很好的教育，給我們生活費啊，都是靠從外邊賺錢回來的，所以僑鄉就是從這裡帶回來的。謝謝。那您早年3次換工作，從酒樓雜工到船廠，再到洋行寫字樓，哪一段經歷對您影響最深？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家比較窮，就是我很早在開那個中學4年班，練了1個月就沒有念書了，所以念書念得很少。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，所以那個我們要經過一個很長時間。所以當我最初那個時間呢，第一份工我到酒樓。酒樓當時我們的做事呢做酒樓，因為比較年輕，也比較瘦，也比較黑。一般他們酒樓用那個 waiter 啦，他們是比較看起來啊比較好看一點啊，年紀比較大一點點啊。我們這個小，所以我們是只能夠做人家吃完飯，我們就拿個盤將這東西收起來，然後送去那個給洗乾淨啊，怎麼樣的。所以我第一份工就是做那個酒樓，在那個當時九龍那個新記那個龍榮酒店，每天我們在那裡差不多早上8點做到晚上差不多8點，差不多12個小時工作，所以經過也不容易。所以在那個時間，但是最重要我們能夠，因為你不做的話，你沒有得吃，所以你要很辛苦，亦都很努力，是做得最好，最盡自己的力去做，將那個工作做得比較好。
以保持那份工，就保持那份工，就保持你能有吃的，有住的，对，哈哈哈。所以那个时间，我们只拿10块钱港币一个月，第一份工，10块钱港币一个月，每年做364天半，休息半天，一年，没有星期一，我们有星期7，然後再來我就轉到那個一個船廠，對，那個船廠呢，在那個1983年，我一個同學，他們對我都很好的，就至少我就到船廠做，那個在做船廠呢，那裡我就上班的時間是上午。就8點多，8點多做到晚上6點半。工廠包給你吃，包給你住。當然住的地方就是沒有一個房給你住，就是住在寫字樓的那個辦公廳啦，樓上有個台啊，你就睡上去，就是這樣子。但是每天他包你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我們已經很高興，但那個時間我們能夠賺差不多30塊錢港幣，一個月，但是很高興啦，很感恩，因為能有工作做，能保持那個一路我們能夠平平安安的那個做個事，可以說對社會上也有一點貢獻。所以當時我們是做一個船廠，做那個遊艇的，那個 fiberglass 啊，玻璃纖維，那個快船啊，那個遊艇啊，這些東西。然後做了到1964年就下半年了。然後另外一個朋友介紹我到那個洋行。我們說洋行呢，就是一些跟外國人做那個貿易生意的，所以叫洋行。就在哪裡做？都是從我最後在船廠做工做到40塊錢到1964年，然後64年下半年到洋行，我能拿300塊錢。那個做事就早上9點，到晚上5點半，然後已經改善很多了。對，那個生活就改得那個很高興，當時很感恩，能有這個工作，所以我們就很努力工作。只要對我來說，你能有份工，人家給你一份工去做，你應該安安心心將這個工作做得很好。我感覺這個就是我人生感覺，一定要忠於你的工作，努力你的工作。所以我在每一個公司做事，每一個老闆都對我都很喜歡。所以這個我就是一個工作的經驗，我感覺你努力去做，盡自己的力量去做。一般來說，每一個老闆都有個感覺的。你做好就那份工，你不敢對自己有個滿意，你對那個老闆也要交代，你對你自己應該做的工作，對自己最重要有一個交代。謝謝。那您也曾說，做一行就要愛一行，那是什麼樣的心態讓您看似普通的工作中脫穎而出的呢？因為我感覺，你不愛你的工作的話，那你就一般應酬了事。你愛你的工作，你做下去，你會想應該怎麼樣做得更加好。你想得更加做得好的話，老闆一定對你有那個心，工作人員很好，他一定也愛你。
那你自己也高兴，老板也高兴，所以就是我每一次我跟我的儿子或者女儿都是说，你一定要當你做你的工作時間，你一定要盡心盡力，盡你自己能做的做到最好，對人家有一個交代。那以後這個不是幫人家，是幫你自己。你這樣做的話，人家那個老闆啊，或者你的上司啊，一定對你有一點比較好的感覺。所以這個就是不是幫人家，是幫你自己。這個就是我處事的一般的方式。好的，那下面聊一下您的創業經驗。您第一次創業失敗後是怎麼重新站起來的？那段經歷給您帶來了什麼深刻的教訓呢？當我第一次出來，都有一些錢。我一個朋友叫我出來做第一次，做我應該做的已經做過的一個貿易，一個即係 trading。但當時可能我們那個因為我們很努力，就將那個第一，我們知道我們要賣東西給人家，第一你的價錢那個要好，第二你的服務要好。那你的第三要創新，有新的東西。但是我們初做呢，可能那個工作經驗不夠，所以我們做了大概9個月頭就跟不下去了。因為客人對你認識不夠，那我們也剛剛開始做，也沒有經驗。你那個因為所有我成功，你能成功的話，就是從你失敗得來的經驗，就是你將來一個道路給你，你要自己看一下，你上次為什麼是失敗？失敗你拿那個經驗，就要想一想應該怎麼改進，然後再做。就那個一般來說，不可能第一次就成功的了。你像這樣的話，你要很幸運才可以。但是一般來說，每一個成功都要經過很多考驗。考驗你能夠堅持下去嗎？你做的東西，你有沒有改進？做得好或者不好，你要檢討一下，你做得好不好？那麼這樣才能夠一步一步走上去。好的，謝謝先生。那您第二次創業的利榮洋行逆勢而上，您當時如何看待經濟低迷下的機會呢？那貿易在香港來說，一路發展得很快，也發展得很好。在以前香港那個工廠啊，我們做那個那個花廠啊，那個假髮啦，然後後來做玩具啊，一路一路發展起來。但是一般來說，香港人都那個時間都大家都很努力，也那個時間在1960年代也是不容易的。你看呢，長江啊，那個做花那個李嘉誠啊，他們都是從1950年代一路慢慢做出來的。所以呢，就那個時間呢不容易。但是很多那個貿易，很多那個歐美的國家都是來香港找機會。因為香港人一般來說，我們中國人呢，都是比較吃得苦，凡是大家都很努力。所以當時我們呢，那個時代做塑膠花啊，做玩具啊，做得很好。我也是從那個時代就初我做過
塑胶花，塑胶花在工厂来做，然后后来做的时候做洋行，洋行呢就第一次失败了，第二次我们再做，就也是这可以说算蛮不错。那个时间大概是70年嘛，我们的做的是蛮不错，但是之前我们是做贸易行，在68、67、68、69年，我是做那个贸易，在跟那个犹太人啊，他们在老外打工，一路学，然后学都直到70年以后就自己来做了。就自己来做，那个时间也算一路很顺风，做得蛮好的。但是做得很好之后，一个美国一个很大的公司，他说，哎呀，方先生，你不如来我们在香港开一个采购中心，你来做我们管理那个东南亚。所有东南亚的采购，所以就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，我就跟他们做事，因为我当时我做贸易行那个时间，刚刚有英国、美国，那个碼頭罷工，所有碼頭罷工，所以我當時也碰到那個問題很大。但是我做了2年，都做得蛮不錯的，都賺錢，但是那個賺呢，你都可能這賺10多萬塊啊，在那個時間都很不錯了。然後但是他們那個美國那個家公司來，他說你跟我們做，我們給你差不多40萬，給你40萬。的那個薪水啊，那個所有那個 allowance，那個給40萬，那對我來說，73年40萬是蠻不錯了，所以我就開始負責跟那個美國的公司，他們叫 W.R. Grace， 是一個全美國50大公司之一，我就負責幫他們做東南亞、香港、中國的採購，就那個時間就會要轉一轉了，這個又是一個機會了。那當時從香港到加拿大再次創立世源公司，在拓展北美市場時，您選擇用主流社會的人打主流社會的市場，請您談談這一策略背後的思考。因為你到一個新的地方來，你一定要用本地的人，對，因為他們沒有本地書，你來到不熟，你用人一定會一齊，你要請有專業的人來跟你管理。所以我們來就是來到我帶一個在溫哥華開業，差不多是1980年。就在溫哥華開一家公司，但是當時有2個機會，到1974年我到溫哥華了，那美國公司叫我跟他們打工，然後到大概80年，他們呢也將這個業務將它賣掉，然後將它賣掉呢，然後我在加拿大就開始，因為我已經移民到加拿大，我的家人也在加拿大，所以在加拿大我一定要做一點我自己熟悉的行業來做。所以我們就當時要做那個家庭用品玩具來進口那個東西，我們一定要請當地，因為在做過這麼多年，我知道你要做得好的話，你一定要有經驗，請有經驗的，有那個 connection 的，有那個關係的，你要請這些人來幫你做，
因为我自己也监考，我知道从哪里买东西好，哪里便宜，哪里做得好。但是在这里你要推销，你要将你的东西卖给人家，所以一定你要找一个適當的人來跟你推銷，所以很重要。所以一定得有用人，要維齊。你要對他們好，對你的員工，這個很重要。因為我剛才忘記就是這個也是我感覺到了，你對你的員工一定要能夠對他們最好，你就要照顧他們。你照顧自己那個生意，也一定要照顧員工，因為員工是他們跟你做的，他們能夠全心全力嘅幫你做，他們就對你的業務一定會做得很好。所以當時我們就開始來做，在溫哥華。後來我到1980年到大概1989年，我們就將另外一個多倫多的公司，也是同一類的。他們主要就是做那個奶餅啊，跟那個玩具啊。現在我們用那個公司叫 Canadian Toys and Gift， 即那個奶餅啊。後來我們 match 一起來發展，做到現在。那個生意當時我們從開始到10年，每年都差不多有25%的增長，每年，做得蠻好。到現在為止，我們在這個進口批發啦，我們差不多是加拿大最大的1-2家公司。我們現在公司員工大概有200個人。好的，謝謝。那您剛才也提到了逆境中要堅持信念，失敗是下個成功的起點。從窮學生變身企業家，您覺得這是什麼樣的性格特質成就了今天的您呢？我認為一個人，當你要做一件事，你要中意一件事，你要一路發展，一路要想。我們來做事，不做事本身賺錢是一個事，但是你應該要有一個心理準備。當你開始的話，你有一個什麼目的？你有你感覺這個對你有沒有前途？你個感覺有前途了，你就應該全部精神投入去，應該全力去做，不要想得太多。因為每一個人可能會失敗，但是我們在說有一句話，最黑暗的時間，可能就是當你就成功那個開始那個時間，所以你一定衝過那個時間，要堅持，要一路在找機會，要想方法，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加好。所以這個就很重要。所以當每一個人創業那個時間，不要遇到一點點挫折，哎呀，就 lost 那個 confidence， 就沒有那個信心。一定要有一個信心，一定要努力堅持，這個很重要。因為每一個事都可能成功的，就是看你有沒有想清楚，有沒有想辦法。當你要想辦法努力，你一定會成功的。這個就是我想在這個社會上也是對人家一個對我們大家出來，因為我也沒有受什麼嘅教育，但是從經驗學過來，我們的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怎麼樣用人家嚟對你的員工，一定要不要我們那普通話啫。刻薄啊！不要刻薄你，虧待你的員工。一定要你對的，令他們跟你在一起。有什麼意見啊？你也要尊重啊，那一類，讓他們也將他們那個能力也發揮出來。因為你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你能夠利用人家就是最好的。因為他們每一個人他們一定有他們的好處，怎麼可以用
用人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下面了解一下，您成为 BC 省首位获杰出成就企业家奖的华人，并多次被评为红枫传奇人物和10大新闻人物等称号。那这些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，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力，能做一点东西，对自己也有个交代，对家庭也有个交代，对社会上也有个交代。我们就是希望将这个社会做得更加好。在那个慈善，因为我们感觉很多人需要帮助，都因为我本身很穷，家庭出来，也感觉到很多人需要帮助。當你能有能力的話，你可能幫助人家，也是對你自己一個交代。那問題你不是幫助人家，而是你幫人家最重要能夠幫他們要站起來，能夠做他們自己來發展起來，不是你哎呀你幫給錢啊或者怎麼樣。我們我做很多那個，所以我那個做公益的話，我在加拿大，我都一般來說我就捐錢給那個慈善機構啊，佢就那個中僑啊，那個文化中心啊，Heart and Stroke Foundation 啊，所有那個也有那個 VGH 啊，醫院啊，我都捐幾百萬給他們，同埋那個 Richmond Hospital 啊，我都捐。這個因為我本身很窮，我感覺到你能賺到一點錢，很多人可能很受苦，你能幫的話，他們能夠受益。就是我的心意，因為我就本身就很窮，能夠做到今天也很感恩。因為我感覺一個人最重要，你有一個感恩之心，你這個人不會差。我們希望我們大家都是大家互相幫忙，我們本來這個社會就是互相幫忙的，不是每一個你做一樣就是做一樣，是這個。不是這樣的。那提到您的慈善工作，您向中國江門職業技術學院捐資了540萬元，設立銅像與樓民紀念。那請問您是為什麼選擇教育領域和江門這個地方回饋社會呢？這個問題好似我自己在40年代，我40年代出生，我在中國，我感覺那個教育，中國現在就是他們科技啊，這幾十年啊，科技啊，各方面發展得很快。但是他們最落後的地方就是教育。所以我念書那個時間，我都差不多13歲了，還是3年班、4年班，那基本上你的12歲就是6年班了，在加拿大、在香港都是這樣。所以在那邊，中國那個教育基本上追不上那個年代的需要。但是我們這幾年那個科技，其他的發展很快很快，但是那個教育上呢，還是我感覺還是沒有好好的追上歐美，所以我們很多學生啊，在中國啊，他們一出來啊，就是到歐美去念書啊，怎麼樣的？我感覺你要到歐美去念書，你本身是不是要先弄好中國那個教育制度，令一般人都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在中國我感覺很重要很重要。所以我能幫的話，我感覺我應該從這方面
嚟幫，因為我就是在我鄉下，我的已經2個中學我已經幫他們，還有2個就是那個一個技師學院啊，一個就是那個另外一個也是那個雅思技術的，做那個職業中心，職業學院，專門職業學院有咩技師學院，我就去幫他們那個，因為他們差不多是就中學以上，就是職業那個技師學院，然後職業學院呢就等於大學了，但是跟我們的溫哥華的 BCIT 啊差不多了，我感覺這個對中國很重要。好的，那最後請問方君學教學樓揭幕時，您站在銅像前，有沒有特別的觸動或想對年輕人說的話呢？我感覺現在年輕人大家都，因為以後怎麼樣來說都是年輕人的世界，我們能夠進步的話，推動還是靠年輕人。我們年紀大了，我已經80歲了，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感覺應該給下一代。所以我就是捐錢啊，我都是捐那個教育的，所以我感覺教育很重要。現在我們年輕一代也不容易，因為那個科技的發展啊 ，AI 啊那個的東西，將來對那個一般出來找事做也不容易。但是那個 AI 發展到怎麼樣，我們現在還不知道。因為 AI 可能發展到 AI 現在已經淘汰很多那個工作機會了。所以你現在出來，每年大學出來這麼多人，你找工作現在開始沒有這麼容易。但是這個到底那個 AI 的發展，我們在那個科技上呢，我看還有5年、10年時間才能知道 AI 那個效果，那個究竟發展到怎麼樣，對我們的人類有什麼幫助？應該有沒有可能那個可能那個 AI 發展，那個機械人會不會取代我們那個一般我們人類的生活、人類的思想？它到底那個發展怎麼樣，我們都不知道。而且很多都是未知數。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發展好。我們人類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的生活。大家沒有好像那個，我最反對就是一個 American First 我看應該大家都是平等的。有這個思想的人，他應該改變一下，對我們大家人類是一個公平的，大家互相幫助、互相發展，對我們世界和平都有貢獻，不是誰高一點誰低一點，我們大家應該平等。我們來加拿大，就是加拿大本身就是一個很平等的國家，我們一個多元文化，互相尊重、互相幫助，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國家。